从来大厂出来，移至同年的足迹，走至10分钟，南京西路待着。苏州固然讲上海南京路，全中国2个最街道上的地方，贯穿了我整个童年时代。还在我凳子看谁看？好把我一动作，那个人家声情并茂，发自肺腑。那个啥地方讲？哦，上海得到四川馆，雷区还是那个雷区，台子还是那个台子，就是旁边的人各自死而已。今朝么叫夜里向我一等鸟来，非洲们家进去三烧一顿，一块肉飞那个味道呢哈，听你讲说我喊得了一天时光。上海功德林待着，走吧，全国各地的米到苏州一比啊，侪再到了老师东西。在国际饭店下去扫出去，那个是我童年的梦想。我小辰光到那个门口里往里向装，把摆碗锅头呀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。对个呀，所以我有心理障碍的。前年到上海来，随便的行业进去除脱一样天，那个地方是住个人。拿事业单位退休。1992年，我随坐了一只位置上向相亲，被一个美国华侨，我真的是一个回力头。再光我自家改皮改得太，我喜欢140斤。盈亏得分看重，太白一点的世界浪向才500仔。现在是30个，刚刚有种难看的一天暑假，袜子嘛拉拉黄，你妈得了死！我跟你讲，我1米6，你也1米6，开车走汽车的，米还发觉来了一把电线木过灯，海湾个屁！咖啡吃海，童年街道上的地方，现在是打压我个脚底下。所以讲，童年呀，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人家一直讲呀，我到兰陵门不当户不对，你看看，那个是我长大的地方。兰陵呢，前门高大高。上海市场商店，你说1982年到上海来个辰光，我会带你带毛哥洋麦水，毛给你省省，一点点加交分辨。今年我来看你，那边全是麦子。现在你说我86岁，深圳也发了海子，地位开了海，这还够台似水流年。省大人待着，那个地方的商娘头子难吃得死。我得来到毛哥2道呀，他自己他不喊我要毛自己他。不是个，等于让呢，我来一个分店毛哥，一点3路里向。那么人家讲不正宗，我经常体会到一个地方来跑台个那样些的，但一点人也发气。回到苏州，为了冰箱呢，轻一片能吃脱呀。但后来我实在不舍得多太硬，嗷嗷去，哎呦！